白醋加巴氏消毒液啊，1:1哦。有没有再加水啊？另有也好像没有了，就用那个喷壶在喷呢，喷杂草。巴氏消毒液跟那个白醋啊，白醋是酸性的，可以消除那个草的根部。巴氏消毒液可以对付老草，没有加入水哦。白醋巴氏消毒液喷壶，另一个影片还要加盐巴呢。然后白醋消毒液都是200毫克，200毫升呢？200毫升是不是100cc 的意思？1公升1000cc 嘛，毫升的是不到公升，公升再少一位数了，所以叫200毫升，200cc 了。白醋200cc 消毒液，还要加清水，好像很多了哦。你看那个背在背部的那个药桶很大呢，水应该很多呢。然后还有加盐巴，好像加20公克还是200公克了。盐巴让土变碱性呢，白醋让土变酸性。消毒液喷到植物叶面就会烧掉了。看哦，烧灼呢，灼伤了，让那个叶面没有办法做光合作用了。所以最好在白天中午的时候喷，而且要能够连续3天都晴天了来喷比较好，效果比较好。这个影片只有白醋跟巴氏消毒液1:1，放入喷壶里面，摇晃均匀，然后再喷那个草。